那么下面呢，就是以这个无圆满而这个结尾啊，从这个宣说神圣缘起的角度，赞颂释迦，就是世尊，世间不净之情的这一三所净化。这个缘起赞呢，宗喀巴大师他的这个题目叫做是三所净化。其实第一个圆满呢，就是对境圆满是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然后那个赞颂圆满呢，就是这个缘起赞，就是三所净化。多闻必出罗桑照巴宗喀巴，宗喀是一个地名，就是那个现在就那边的地名，就是这个是作者圆满。与雪山环保的这个雪山啊，就是雪山之王，阿德王公家布达拉山进出，尊神柱。这个尊神柱是拉萨那边有个寺院叫尊神柱，不是这个，就是在那个，就是在当时宗喀巴大师所居住的地方，这个是环境圆满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是叫一个南卡花啊，就是南卡花，中华的花，吉祥虚空作者毕露啊，就是这个是他那个毕露者圆满吧，就是毕者圆满，就是通过五种圆满来宣说。